好，来继续来看国内第一例因为武汉肺炎来过身的中部的迄位白牌仔车的司机，生前有传染给国内的亲友，其中2个亲友咧上班的2间工厂嘛拢来停工。照规定，这个业者伫咧停工防疫的期间，嘛爱发薪水给员工。也毋过，其中一间木器工厂一直无向台中市政府来说明发薪水的方式，真有可能将做疫情爆发以来全台湾第一间采用劳基法来罚款的公司。做木的工厂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停工14天，早起头一天复工，火车出入，人拢正常上班，感受不到当时被迫停工的紧张气氛。所以在这么多天，工厂也进行消毒过了，所以工厂的里面的一些物品啦，还有人员都是安全的，我们认定都是安全的。不过工厂内58名员工对居家隔离14天的过程拢无加讲。中国月中部一个白牌车司机为着武汉肺炎在生时为何真侪亲戚朋友，嘛造成其中2位亲戚朋友上班的木器工厂，甲另外一间食品工厂预防性停工。食品工厂公开答应讲，防疫期间和员工全部的薪水，也毋过木器工厂到目前为止，也未讲要安怎算。他是基本上是想说会用全薪发放啦，不过他们有承诺说3月4号会来我们这边。市政府表示讲，还未到发薪水的日子，目前只能依照出去的记录甲薪资的这个资料辅导业者。是讲，这个木器工厂连这2项资料拢未提供给市政府，若是一直无说明，业者有可能会变成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全台湾头一间因为拒绝接受检查，被依照劳基法罚钱的公司。